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锡安。新闻一开始先看空军 T-34教练机长训练任务时摔落来，两个中校是不幸殉职。这军方表示讲，因为 T-34无飞行记录器，这训练过程也拢无出现问题，详细原因是搁爱调查。高雄公山空军基地内底，救护车载着2名殉职的中校，看驶离开失事地点。伫咧跑道顶端，也会当看到疑似 T-34教练机的零件甲小鬼痕迹。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表示，2位中校早起7点47分起飞，进行基础科学的航线训练，煞伫8点08分驶入跑道的北边。这个任务主要是发动机失效的模拟训练。飞机部讲，规个科学过程拢正常，2位飞官无汇报任何机械状况。现在就我们初步了解录音操舰跟塔台跟飞行员的无线电通话，没有回报发动机有故障。那有关是不是有没有故障，这个还在调查中。对，我们会针对机械、环境跟人因的部分来详实的做调查。飞机部表示，教练机是往北飞，伫咧要正拐飞转来过程，飞行机直接头压地面摔落来。2位中校的遗体拢是伫咧飞行机顶悬找到的。坐伫后座的贵准男中校，今年46岁，担任科学官；坐伫正座参加考试的罗贵佑中校，今年41岁。2人伫咧 T-34教练机的飞行时速拢超过2000点钟，身体检查嘛拢正常。这个为了训练任务不幸殉职，总统赖清德也指示军方要赶紧查明失事的原因。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并且要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给予2位英雄应有的尊崇。空军飞机部表示，失事的这只编号341次的 T-34教练机无乌压啊，4月初9才拄完成检查出站，无发生任何重大的故障。现在 T-34教练机已经全面停飞进行检修，等待事故原因厘清了后，才会安排后续的训练计划。记者柯家祖、柯超勇、高永昌报道。空军 T-34初级教练机是菜鸟飞官训练咧用的机型，有专家讲，爱先会晓用 T-34才有才调练用。因这届事故2个资深的飞官为什么坐伫咧同一只咧训练？空军表示讲，这是例行的测检，拢有照规定咧安排。感觉色的机身，空军 T-34的初教机伫空中咧飞，服役超过40档，已经唔知影培育出偌济空军的飞官。空军飞官培训已经转型3阶段2机种。T-34初教机就是飞行学员启发的导师，让学员会当熟悉基本的术科，包括大角度的转弯倒飞这基础特技，含单飞机场的起降、无机发动机失效这科目。训练需要半年，速度来换永型高教机，开始战斗组的训练，学喷射机的操作。上尾是部分组的训练，演练对空乱炸和炸射等等，通过考核才会当挂形状，分发精选这篇正比任务。古巴巴字啊、跟斗啊这些特技的操作，让你对于整体的操作会有非常大的了解。你必须要转换到从螺旋桨机进入到喷射机，这个也是一个改变的变数。那我们希望让初学飞行的人变数能够少一点。卢英良表示讲 ，T-34初教机是普罗佩拉的慢速机，适合新手的飞行员，就是缺点嘛是真明显。接永型高教机会有好定。另外，这摆事故相乱2个资深的飞官做伙坐 T-34初教机，空军回应是这篇例行性的考核。飞行员一样都有他要接受的每个月例行性的考核，所以他们所执行的任务是正常按预化排定的月份的驾驶考核。T-34初教机是服役40多档，空军规划爱到2033年才到服役的时限，但是对新式的初教机要采取自制还是国外采购的，一定还没定案。在这个汉翔公司的维保下，也是非常的属于这个合乎标准。我们是依照这个任务跟训练的需求来研讨新型初教机的这个不管是筹获的这个规划。培育一个合格飞官是需要2年到3年。这摆事故和国家是失去2个英才。卢英良认为讲，空军汰换教练机的时程已经慢啦，必须要较紧来建议，避免和飞行人员的训练点伫个较悬的风险内面。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欧强调，美国对台政策不变，虽然讲中国一直希望因会当改变这个说法，因为原因搁再强调一解，讲美国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
There's been no change to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I think there's obviously the Chinese side would like to see a change in the verbiage, but no change has been made in that regard. We just had a massive arms sales, and it was so big and so noticeable that the Chinese became very aggressive about it and some of the incursions they undertook as a result of it. And as I said, it was more in one sale than we did in the entirety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美国140億对台军售，卢比奥表示，目前也当咧审查。川普是袂甲这条当作是甲中国谈判靠子啊。美国态度依然是维持台海现状，对台政策从头至尾拢无改变。搁再来看国军第4作战区，昨伫咧台南屏东5个所在实大操演，这全部战力拢是咧伫咧演练的前一天才布下，嘛展示出这国军即时摆阵的应变能力。 火箭一发接一发，声音震撼，射对前北阵去，3台 MK30、3台 MK15，总共6台，雷霆2261发的飞弹，早起8点半，伫远方机场进行重炮射击。另一头，香港北的海边，刷补载满 M1 控自走炮和155公里榴弹炮，排甲整齐，同时发射。国军除了展现强大火力和打击能力，现场的民众嘛看甲足入迷。哇，很震撼，真的天要破了，很震撼。尤其它是连发，一直射那一部车呢，那它射完了呢，就在另一部这样很辛苦，他们就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应该也是蛮久了除了滨南3个地点，台南的气球刷补，阿兵哥用上急的速度装炮弹，一摆榴弹炮展示炮兵的作战能力。陆军特别军团这摆演习的是模拟中国军队想要对台湾刷补登陆。国军针对中近3个距离的目标，使用雷霆2000火箭系统，结合自走炮和榴炮弹，甲敌军规个包围打击。不过无共的是，进前操演军团拢会提早刷位，这摆是前一天宣布地点，考验国军刷位的速度。以往的演练。 现在更加强调，就是变成有想定无剧本，在作战区内已经知道有哪些红色沙滩，比如说洗漱海滩，就是第一可能登陆点，所以平常都会有一些计划。那无剧本就是临时宣布一个状况，然后部队进入阵地。陆军特别军团这摆大动作，伫南部地区5个地点同时进行射击演练，现场充满备战气氛。国军展现出耍位能力和战力，用实际行动展示守护国家的决心。记者李成武、柯明哲，台南屏东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是好天烧热，高温是31至35度。大台北、中南部山区甲华东地区可能会热到36度。咱来看温度。 今日气象署是针对全台12个县市发布高温警示，佮嘉义、台南、高雄是柑仔色的灯号，大台北、宜兰各地山区过头开落雨，也含这西南风带水起来，南部雨水会佮增加。因为最近是有人讲，因为热天的电池较贵，所以伫咧某一个时间咧用电，这电池会较上重。暗时10点过，这电池会较俗。 台电也出面表回讲，这爱用到800度以上的较差，一般的家庭大概拢是用袂到的。热天电价为这个月初开始到9月底，台电统计热天用电量比平常时增加将近4成，每个月电费钱也平均增加446块。安怎省电费钱，民众拢有因的步数。穿凉快一点，然后窗户都打开，吃东西也要吃。 比较清淡、凉爽的，比较不会上火气。白天是吹电风扇来，出来就没吹了。如果大家都开28度，应该可以把温度再控制下来一点。 卫生电池网络甚至流传伫暗时10点过后，西沙、杭沙、西城区才较算的雨。台电澄清，全台99%的主体用户用电拢是累进费率，电费关系甲用电量有关系，无占离峰时段差别。时间电价只是无同款时段，算的方式也无同。两段式的时间电价来讲，透早饭点到早起9点是离峰，早起9点到暗时12点是占峰。三段式时间电价分做离峰。 半减风甲减风，他每个月可能超过800度的用户，他就可以来评估是不是要选用时间电价。他今天用电量大，但是他的用电又可以在离峰时间去用的话，那他选用时间电价就比较有利。
若想要省电钱，省电专家建议，除了冷气甲上吊线电风循环使用，用伫中岛尾蛤蟆伫厝路涂骹降温，佮配合有变频功能冷气，避免耗电。你要是再拖着地的话，再降3到4度，这个循环下来可以降到10几度，到下午晚上室温大概只有28、29度，冷气的温度再把它调到27度，整个夏天那个电费是很省的。台电表示，热天电钱较贵，主要是甲民众用冷气空调有关系。建议民众将冷气温度设伫26度到28度，冷气离房也要定期清洗，拢会省电省钱。记者综合报道。也若讲到有个人平常时拢袂出现，那等到这4大人已经老去啊，才要跳出来分遗产。也因为这民法特斗分的规定，常常拢引起家庭纠纷。但法务部是正式有个修法的草案，决定要把这条兄弟姊妹特斗分甲裁掉，一定出相关的方案。然后第二呢，我希望小朋友一定要听我的那个家训，好不好？要存钱，要存钱，低调过生活，好不好？过身的家人做洗屏，在生时捌讲要将遗产留予长期照顾伊的客囝。不过，就现行的法规，其实受到限制，引起外界讨论。未来包含唔是继承人、无亲属血缘关系，只要有照顾、提供劳务、财产给付的，伫遗嘱内底有写明，都有机会会当合法摕到遗产。因为法务部伫初日已经预告民法修正草案，就是正式删除兄弟姊妹特斗分，未来民众的遗产唔免搁强制分予兄弟姊妹，难免就会有一些恩怨情仇。他们过去曾经为了争遗产，已经反目了。现在呢，其中有一个人，他是兄弟姐妹，但是他有配偶，但是他没有小孩，父母又走了，结果他的财产要跟过去跟他争产而打官司的兄弟姐妹，来一定要给他这个特留分，哇，他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律师点出实务上无合理的现状，这件修法就是为着要落实尊重遗嘱的自由。不过嘛，为着要避免造成无公平的情形，草案嘛有定出配套。若准民众在生请养的兄弟姊妹，因为当事人过身，得面临生活困难，修法草案内底嘛有写着会当向法院来请求分部分的遗产，兼顾弱势兄弟姊妹生活保障甲实际公平。一个人努力了一辈子啊，那钱财务必是要善用。留钱财，但是不要留纠纷，所以呢，留钱财一定要适度的做规划。为着不爱让遗产变遗憾，法务部嘛增加继承人特别贡献规定，希望透过改善法规，让财产分配别个引起家族的战争。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仔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目前，咱台湾中部以北，敢若新北甲桃园两间公司有核准咧开牛，不过这两间公司对3月开始，就因为违反相关的规定，已经停工啊。业者希望政府爱搁设公有的屠宰场。再是《自由时报》，因为以色列扩大攻击黎巴嫩，伊朗宣布暂停甲美国谈判，引起全部的不满。讲已经打电话去啊，甲伊朗1礼拜内会达成协议。日本甲菲律宾启动海峡的划界谈判，咱外交部是呼吁双方唔通伤害到台湾的权利，也应该爱找咱参详，保护咱渔民的权益。佮再来看到这陆军一个中士甲一个兵甲讲起走路出境的一个10人吸收，用手机偷翕部队训练的相关的资料，就讲会当摕到2000块的虚拟货币，即摆人抓到啊，去互检方以国安法来起诉，建车法院判重刑。中国一直咧对台湾通奸渗透，佮传出陆军两位现役士官兵，互境外势力吸收泄露军事秘密，互桃园地检署依照国安法定罪嫌起诉，检方佮批评两人负责保家卫国，索贿处理犯案，建议爱重刑。境外势力协力者利诱国军收集泄露军事秘密案，于近日侦结，任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而提起公诉。专案起是一个因为案件逃出境的50人受警方势力指示伫台湾发展组织，今年3月熟悉陆军线所中士甲线传士兵，伊利诱两人希望因提供军事机密，期间线传10人高求非军籍的线王的10人加入，线所线传陆续将包含部队训练运作人事资料等军方相关文书，用手机翕个传予线10人，用虚拟货币方式收2000，不过部队发现问题，赶紧通报予
代志别康。全案已进入司法程序，相关案情不予评论。透过国军涉密查核与机密精准标示等做法，建立国军揭密资格认证与文书涉密精准标示机制。涉密的一些权限，我觉得军方包含我们离退的官兵都应该要持续的去做相关的这个规范跟了解。专家建议10月仍然是个人行为，建议国军除了加强选择保护工作，也参考民间企业保密分级的概念，强化分散授权。基本资讯，敢若好爱知影人接触，降低警华势力得到国军重要情报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台湾真出名的换肝医生陈耀利，因为介绍患者去中国换器官，违反着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加这医学伦理。经过这法院判决加听解审议了后，卫福部是决定废除伊的医生牌，嘛是国内头一个。手验麦故事真高讲，台湾换肝的名医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的前副院长陈耀利，因为真侪摆做国内病人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中人，经过司法的判决和医师定价的审议，卫福部决定要来废除陈耀利的医师执照。严重的违反医学伦理以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所提到的医师人员是不得中介，那严重者呢，废止医师执照。中华地检署在2022年接到检举，讲陈耀利做中人介绍9位病人去中国换肝肾，对内面赚1466万，但是患者在手术了后，刷一个拢过身。2024年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来起诉，一二审拢红判2年的徒刑，加罪5年，而且要纳500万给公库，专案阁会当上诉。中山府医师发声明强调，陈耀利是伫中华基督教病院任职的期间犯案，无法度评论案情。2024年底已经改副院长的行政职提掉，卫福部行政处分了已经停聘。中医表示，陈耀利2022年约晚都无国聘，已经是上严格的行政处理。那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将陈耀利彻底自本院体系剔除。那本院是在法规赋予雇主的权限内，在当时已经尽速而且合法的做出最严厉的行政处置。卫福部表示，过去是要有为做检体诈领保险，含涉毒这案件废止医师执照的。陈耀利是因为非法做器官移植的中人行直接废照，是台湾第一例。台中市卫生局是表示，持续透过病医的督导科学、法规的宣导和医疗品质管理这机制，提醒医疗机构和医术人员要遵守相关法令和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英国南部去年底一件学生向都市的案件，这凶手是向判无期徒刑，即马煞向押出来讲，一当阵的警察因为去听凶手的话，煞甲这受害学生就手铐，害当场死亡。Henry Novak was a kind, thoughtful, and much-loved young man, and this has understandably been devastating for his parents, for his family, and everybody who knew him. And I have seen the body cam footage. It's harrowing. 向押出来画面当中，这23岁凶手也刀啊共拄了后，这警方第一时间就相信伊是咧自我防卫，所甲受害者就手铐，害当场死亡。警察事后嘛会实咧接受调查，这案件也引起社会不满，侪人行街头抗议。今日民主公告甲乌干达的伊普拉已经有291例，甲43个人死亡。美国是计划伫咧庆阿的军事基地设隔离所，引起当地民众的抗议。另外，因为这批本地布胶病毒也无预防药，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是宣布要提供超过6000万的美金，加速疫苗的开发。庆亚中部南纽基的抗议民众小太阳，浓烟是一直冲出来。美国政府5月底宣布，讲家己附近的莱吉皮亚空军基地设置隔离设施，来安置有伊波拉病毒的风险，但是还未出现正头的高风险美国的公民，引起当地的民众强烈不满。They cannot do that because the Americans they are so very selfish. They say this is an institution or it's a quarantine facility for only the Americans. We have a primary school with retro kids over there who are our kids. And it's so bad that even the president himself, the man who called himsel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enya, didn't even consider
these small kids. 庆亚政府并无对外公隔离设施计划，代志风知影了后，卫生部阁表示讲，这隔离设施是予所有人使用的，引起庆亚社会强烈的批评。庆亚律师会和宪法监督团体卡迪巴提出诉讼，高等法院已经下令暂缓设立隔离设施，而且伫诉讼审理了进程是暂停予任何外国病人入境。这摆伊波拉感染的状况是持续扩大，敢若是民主广告加起来都有282件确诊的病例，和上千件疑似病例。对动新冠疫苗研发的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 CEPI 宣布提供6180万美金的经费，予莫德纳在内的3个机构研发伊波拉本地不交病毒株疫苗。We think it's urgent to develop a vaccine and get it into the field as quickly as we can demonstrate that it's safe and effective. 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真乐观，表示讲，假使一切顺利，上紧伫几个月内就会当予对抗伊波拉本地不交病毒的疫苗做好临床试验的准备。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世界气象组织是宣布，这今年的6月到9月，性婴现象发展的几率是有到80%。那是上界差的状况，恐惊会发展做强性婴。那是到这全世界烧热、烧风、烧影、客观做大雨，这灾情可能会更加严重。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初二宣布，今年6月到8月之间，全球出现性婴现象的几率达到80%，因为延续到11月的几率也接近，甚至是超过90%。这增加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风险，对人类的健康、生态甲能源拢会造成压力。We can also expect an increased risk of extreme heat with higher temperatures and shifting precipitation patterns, adding further stress on human health, ecosystems, agriculture, and energy systems. 在17世纪，秘鲁渔民头一间观察到性婴现象。某一寡年份的亚淡季前后，太平洋的海水会特别温暖。性婴现象的期间，原底对东边吹向西边，将温暖的太平洋海水撒向亚洲的信风会开始减弱，甚至吹翻头。于是温暖的海水流向美洲，和中太平洋、东太平洋的海域温度升高。进一步就会改变海面上的大气状态，彻底改变全球的落雨模式，会当伫咧某一个大洲引发大水，煞伫咧另外一个大洲造成可汗。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预测，2020年到2027年的性婴威力有到67%的几率会演变做强烈或者是非常强烈的等级，也就是人讲的超级性婴。因为世界气象组织是预估威力达到中等以上。L'intensité d'El Niño, elle dépend de plusieurs facteurs. Le moment de l'année où il intervient, la vulnérabilité des pays. Et donc, d'après nos modèles, enfin nos prévisions, les centres s'accordent à dire qu'on aura un phénomène El Niño qui va aller d'une échelle de modéré à fort. 性婴现象会将太平洋的热能慢慢投放到大气当中，这波热流会引发全球的气温创下历史新高。专家预测，2027年会成做有记录以来上热的年份之一，甚至有可能会拼过2024年成做历史上热的年份。联合国是呼吁各国在针对极端气候赶紧想出对策。The only effective response is climate action equal to the crisis, ending the addiction to fossil fuels, accelerating the shift to renewables, protecting the most vulnerable, and delivering early warning systems for all. 性婴现象出现，会大大有关区域的整体气温。台湾今年热天面临着高温甲热流的几率，嘛会明显提升。另外，因为风台形成的位置会较偏东边，伫咧海上吸收热能的时间较长，那接近台湾演变做强烈风台比例嘛会增加。因若是有方面风台过境，短时间内引发极端大水害几率嘛会变大，较高会造成市区严重积水。公新闻金冠庆编译。川普政府宣布要设一项反武器化基金来补偿自前去拜登政治对杀的盟友。不过，因为这党内反对目前是暂时按下。所来7月，这美国建国250周年，川普是拍算要大庆祝，打造个人的政治舞台，是搁再引起争议。美国参议员结束电网将士纪念日假期，回来到华府，共和党罕见的反抗川普，要求撤回17.76亿反武器化基金，则要放一笔720亿美金，予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爱是提供资金的拨款法案。There's been a lot of pushback, and the pushback is coming from inside Trump's own house. If the Republicans are looking at November and worried about being
badly defeated. 争议正大的反武器化基金是川普进前控告国税局包商泄露税务记录的法律和解，条件是爱司法部成立高额基金，背后家己讲扣前条官司迫害的受害者，高附带永久袂使对川普家族查税的条件。不过基金补偿的对象包括国会山庄不当案攻击警察的人，总统告家己的部属机关再搁和解手段，更较有法律争议。国会甲舆论拢强烈不满。佛州甲维吉尼亚州联邦法院原来下令暂时冻结基金，司法部决定遵守法官的命令，暂慢推动基金，搁考虑撤销本案。民主党是继续批评这是历史上上届腐败案例。Trump wants the American people to pay for handouts for MAGA billionaires, cop-beating January 6 insurrectionists, and his own family. He wanted no transparency, no oversight, no accountability. It's disgusting. 目前川普的支持率降到38%，这是因两个总统任期上低。不过，伊当地无用推出今年7月庆祝建国250周年的活动，挺川普的团体以官民合作的模式举办真侪项凸显川普的庆祝活动，像讲白宫蓝草坡仔的决斗赛、F1 大奖赛等等。不过，华盛顿甘乃迪艺术中心进前去互人非法改名叫川普甘乃迪中心，已经去互美国联邦法官要求14天内甲川普的名全面移除。另外，伫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川普的查某囝伊凡卡也甲伊的翁婿库许纳伫保护区兴建豪华度假村的项目，原来引起几落千的反对者上街头抗议。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一架要用伊朗的波扎纳油船，因为唔听美军的警告，去美军发射地狱火飞弹，即马规架船是失去动力，袂振袂动。风台树密继续扫往日本的关东，九州四国地区透风落大雨。明仔载是头一届发布第4级的大水危险警报。英国外交大臣古博访问中国，强调英国对待政策不变。这届访问团所使用的，甲川普顶届来时阵同款，拢是用一届来弹掉手机啊，就是惊讲中国过来偷摕机密。民众为伫两边欢迎，那亲像大明星上场。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店第一天，回答执行长吴仁芬去参观，阁引起众人的注意。头一站就是去广达电脑所属的芬达科技。甲广达董事长林伯礼、副董梁促进会面，广达嘛准备 AI 5站技能够招台。吴仁芬嘛去记家围讲花式联发科等真侪间供应链徛台，展现甲台湾科技产业密切合作关系。再去举行的全球媒体问答，特别邀请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上台，搁再介绍辉达甲联发科联合研发的 AI PC 超级晶片 RTX Spark。我家嘛注意辉达进军个人电脑的原因。And we have an opportunity after 40 years to go reinvent it for the age of AI. Wow. We're not going to sit around and not let it get done. Not one computer in the world exists that can do that today. 各强调未来大理石 AI 发展概念，不过回答新一代处理器 Vera CPU 采用ARM架构，甲英国台湾供应链拢以X86处理器架构建立无共，安怎伫业界徛起，甲传统对手竞争是焦点。Computer is sitting in a data center that costs $50 billion. It cannot wait for half a second. It's too expensive. And so we created Vera for agents to use. That market is brand new. 针对台湾供应链安全，是毋是也当保持有够的信心，搁增加投资力？吴仁芬讲，商业决策都是一面保持供应链韧性，同时甲优秀的友伴合作。辉达是台湾科技生态系上大的买主，那同款向台湾友伴表达感谢，还有暗执行长哈斯。About 250 billion chips have been built in Taiwan, more than any other region in the planet. 哈斯真感性的讲，头一粒暗晶片都是伫台湾完成封装测试，暗成立无偌久，就甲台湾建立合作关系。对暗参加全球行动装置革命，台湾嘛扮演关键角色。因讲尾啊，吴仁芬阁雄雄出来徛台，那凸显暗甲辉达的合作关系，嘛搁再展现台湾供应链伫全球科技产业界无法度代替的关键地位。记者采访报道。今日 Intel 的执行长陈立武嘛是头一届来电脑展来演讲。伊讲40年前就受到邀请，迄当阵在台积电的周忠模拄好转来台湾，伊嘛有参与到台湾跨园区的开创。伊嘛讲希望讲这 Intel 甲台积电未来会当保持合作。
我昨天晚上9点半就爬那个象山。新设中文开场，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6月7日伫台北国际电脑展带来主题演讲，为台湾实岛历史开始。伊想起40年前受前总统副主席李国鼎邀请，将创造经验带来台湾。同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回台，伊也参加台湾科学园区的开创史。Intel and Foxconn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develop rack-scale products. Together, we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expand our partnership, unlocking new opportunities ahead. 手术甲台厂的合作，陈立武强调英特尔的改革，家己从今第一天开始，杜宾卡决定和英特尔重回以工程做核心的公司。未来产业会伫4大运算平台发展，包含个人电脑、变现 AI 甲实体 AI、基础资料中心甲新一代智慧资料中心。另外，甲台湾的竞合关系会更加密切。Taiwan is very important in terms of I mentioned about the PC client, the server, the whole rack system, the OEM, ODM. Taiwan is very strong. 陈立武就任14个月，到2016年5月底，英特尔捌徛到收盘129.44美金成关期，比对陈立武掌舵了后，2025年4月7日18.13美金，股价已经称关超过7倍。市场分析，英特尔伫新世代处理器的促回动能，要撤回 AI 赛道，争取大疆版图的态势。亲像陈立武当年带液化电脑行出环境，和营收大大成长。Maurice Chang and C.C. Wei.Many years friendship, trusted friendship, and it's a very trusted partnership for us. And we embrace. We are big top customer for them,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doing that. 讲到争取大疆业务，也强调无看做竞争关系是友好关系。也讲英特尔真济产品依然爱靠台积电，也希望未来会继续保持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让6天搁再来台湾访问，总统也强调是颁发得奖大受兴奋勋章，感谢伊一直以来相挺台湾。也那捷克布拉格海外机场，即马若是台湾人要对遐离境去到非新禁区，也会当使用自动通关啊。热情招揽欢迎让6年来台访问的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罗总统颁授得奖大受兴奋勋章，感谢伊长时间挺台湾，促进台捷关系。Naprostou většinou hlasů podpořil a cestu do Čínské republiky, Tajvan a rozvíjení vzájemně prospěšných vztahů mi jako předsedovi Senátu jednoznačně doporučil. Senátorky a senátoři tak učinili, přestože to mnohdy vyžadovalo jejich politickou odvahu. 韦德奇是讲，家己2届来台湾，拢有捷克参议院压倒性的支持。望同款是民主国家的台湾甲捷克会当持续深化合作。其实捷克目前是台湾伫中东欧第一大贸易伙伴。2026年头一季，台捷双边贸易总额已经达到8.24亿美金，前2年嘛拢突破20亿美金。台湾主要对捷克出口半导体、资通讯产品甲零组件。捷克是外销汽车、电子显微镜、精密机械等来台湾。台捷也伫文化领域展开交流。2025年故宫100年延庆头一场海外地点，就选伫捷克，出入比赛也因为头一届上欧洲舞台。双边游客往来为2023年开通台北布拉格直飞航线了后稳定增加。去年捷克来台湾有8104人，台湾去捷克有16570人。布拉格的哈维尔机场5月又宣布一项利便台湾旅客的新措施。从今年的5月15号开始，开放我国、英国、日本及韩国离境前往非申根地区的旅客使用自动通关，能够获得此一待遇，相信也跟我们国人的入出境的记录一向良好有关。外交部讲，亲像要为捷克离境返来台湾的国人，都会当使用自动通关，若是入境捷克的自动通关，也优待捷克机场闸门系统甲后面入出境系统 EES 完成整合了后，捷克政府才会当评估是毋是搁再开放。记者采访报道。讲到台湾人爱出国佚佗，去日本、去泰国，毋过爱提醒观众朋友，若是要去泰国的，上无大早2万块的现金伫咧身躯顶，才通好证明你毋是去遐违法做工的，若无强行向遣返。
好几识一大堆人，泰国是国人真爱去旅游的国家之一。不过最近有网友发文问讲，到泰国去旅游，当地海关检验严格抽查旅客身躯顶需要载2万泰国钱，也是顶值的货币现金。实际去问旅客，大部分的人拢讲因知影这项规定。你有听说过说这个2万块泰铢的这个规定吗？有啊。那你今天有带那么多吗？有，我们有准备，因为很怕被遣返。我大概3万块吧，3万块台币。以前1万已经我觉得是 OK 的，他跳到那么高的金额，对啊，这个是比较便民一点。事实上，根据泰国移民局的现行法规，泰国的海关确实是有随机抽查旅客随身载资金的权利。为了证明有伫泰国旅游的经济能力，官方建议入境的观光旅客个人应该准备含2万泰国钱顶值的现金，若是家庭集体出入境，就需要准备含4万泰国钱顶值的现金。从5月底开始，我们国人原本去泰国享有60天的免签证，现在也改为30天免签证了。是因为最近很多外国旅客在泰国从事非法的工作及违法的活动，但也连带着现在他们也对进入泰国每位旅客要准备2万元泰铢的等值货币，更加强严格的审查。除了泰国以外，全球还有真侪国家是为了防范非法伫遮做黑工、下国的诈骗，也是审查旅客敢有基本生存的财力。伫海关的法律内面有定随机抽查上加查现金的规定，亲像缅甸、印尼、法国、意大利和捷克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内肠仔病毒疫情，顶礼拜有5573个人次就诊。另外，这国内也出现头一个本土膜的群组，可能是泰国单飞入境画到的。目前是已经列出491个人健康监测。伊波拉这疾管署是宣布，对6月初2开始，要暂停明珠、公果甲乌干达的居民入境，要禁90天。民众出门也互刷杂志，最近天气是愈来愈烧热，这段时间嘛是肠仔病毒上高活人的季节。疾管署指出，国内肠仔病毒的疫情当咧压悬，顶礼拜有5573人次因为肠仔病毒去看医生，比顶礼拜加8.2%。疾管署提醒民众要爱接洗手，落实环境消毒，才能降低病毒活人的风险。国内肠病毒监测的部分，以社区的病毒监测来看的话，最近4周检出的还是以克沙奇 A6 型为最多。其次是克沙奇 A4 型及肠病毒 D68 型。整体来看的话，近期的这个疫情还是呈现一个缓升的一个趋势。另外，这礼拜摩阿贝咧嘛新增加一个本土群组个案，是北部一个20多岁的男性，研判是和泰国入境的个案为着。医生提醒讲，摩阿病毒的传染力较强，建议有要去摩阿流行疫区的民众，会当去利用医学门诊咨询，自费注射摩阿疫苗。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匡列了，目前匡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致死率可以到达5%到10%。那在这个预防的部分还是接种疫苗还是最有效的预防的方法。那最近在非洲国家引起真侪人死亡的伊波拉病毒，为了要防止疫情拖来台湾，疾管署宣布为6月初2开始做入境管制，公果甲乌干达2国居民拢暂停入境台湾90天。最近咱国有4个人为疫区回来，嘛配合疾管署做自主健康管理，其中1个人入境了后有发烧，尾也经过采检已经排除感染的风险。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健保署修正健保支付标准，未来这基站的诊所1礼拜休2天，新制度7月实施。卫福部长赵忠良表示，若是新制影响到民众来就医，会阁研究扩大实施假日的轻急症中心，确保民众的就医的权益。基站诊所合理的门诊量上紧为7月开始调整，逐个月合理的开诊日数为25天调价到22天，希望医疗诊所人员嘛有1礼拜休2天的保障。不过可能会影响民众就医，颠倒伫假日青去急诊。卫福部长赵忠良定调 UCC 会做闭环角色，未来唔但伫6都，阁会伫假日开诊率较低的地区来设。门诊量
合理天数下降的时候、下调的时候，那么这个基层诊所在假日的开诊情形，那么再来滚动式的修正我们的 UCC 政策。目前 UCC 简单设伫6都，未来若扩大到其他县市，会转型做补助假日医疗服务欠扣的据点。不过，论伫 UCC 经验的医生坦白讲，安尼的话 ，UCC 本身的功能会起变化，因为门诊病人甲原本轻急症急诊病人是无同的。亲像门诊病人会有慢签，可能计有专科处方药较受限制 ，UCC 需要有更较侪准备。属于说常态的看诊的这种是不是能够纳入说 UCC 这个假日急诊中心的看病范畴这个也是制度要考虑。如果你是 UCC 的一个扩充，那它的人力来源也是要从基层医师过去参加的话，那还是回到没办法达到所谓合理门诊这样子当时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个初衷。医改会指出，台湾的 UCC 主要参考日本模式，是为着要补足假日的诊疗空棚。若准备扩大，应该先检讨成效不彰的问题，锁定有就医需求的区域，搁加强资讯传达来落实分流。记者综合报道。过来，食毒赛车的问题严重，今年到今这新北已经抓到2465件，家己也抓到92件。这食毒赛车交通部是打算要加重罚，这共车也共款要罚。这法务部也要修法，食毒赛车刑度都要加重，也讨论要甲伊托米值升做第1级的管制。车赛车外国汽车警方向前检查3996人。你莫吵我看到啊！赛车差不多人向向提醒出来，警方赶紧上前压制，找这个案件，台中警方将前扣来，也查出驾驶涉嫌食毒赛车。专台食毒赛车真济新潮20多人，去年8月无照食毒上路，弄死记者起诉，过无1年，由原在法院审理期间，各食毒赛车被抓，新潮地院叫独家第4罪一审判8年。他的家庭系统的资质是非常薄弱，那他发不通气，但开庭他是认罪，还有再度毒驾的行为，做出有期徒刑8年。独家冲击地汉未少案件拢是累犯犯案，为提悬协助效果，各县市也拢公布，10年来有2摆以上记录毒酒驾累犯名单。新竹嘉义县706人，新北有11人，同时警方启动专案缉毒，6天查到581件毒驾。敢若是嘉义县今年已经查到92件，新北市今年前5个月处理2465件，比去年同期335件暴增636%。对于逆向、蛇行等客观上易生危害的异常驾驶行为，均会依法拦查。防治毒驾各部会拢要修法，法务部要修刑法有关毒驾刑度，搁要伫毒审会讨论是毋是将伊托米兹为1级毒品升级做1级毒品管制。交通部规划提悬毒驾罚钱，增加乘客连坐法定。1个月之内，我们交通部就会把案子送出来。我相信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有单位建议把伊托米值调整它的分级到第1级毒品，这个议题会在6月17号的时候再征询过相关的部会，还有学者。小青总是烟弹伊托米兹，定做成分油用电子粉来使用，就惊有青少年滥用等风险。教部也伫研究，但是喙内体检提供学校作为早期风险辨识辅助工具，相信今年9月就会上路。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就随来看台中雾峰有人食毒骑车、食毒赛车，伫咧路里撇来撇去，佮看过这双线，警察较早落来，佮甲提醒出来。也另外，这中华溪湖也有一个73岁老大人夹到食毒骑车，拢总是依上法办。在下晡5点外，台中雾峰有员警发现一台自用车驶甲频频，佮驶超过双黄线，随进行盘查，发现姓肖的驾驶伫目气啊，双手佮咧拽。你莫吵我看到啊！你睇呾。不过姓肖的驾驶伫盘查过程中，向向为落地啊甲改造手钳剪出来，加在关警反应警当场压制甲逮捕。买手做毒品快胎检测结果是阳性反应。本案共计查获手枪3支。子弹52发及1、2级毒品若干克，令萧贤接受毒品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证实其涉嫌毒驾。全案讯后依妨碍公务、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中华溪湖5月30日，一个女警巡逻时，发现73岁姓杨的乌子桑骑奥多拜无照规定装目库米拉，烂查后发现机车外是别人的车牌，当场查到4盒一包。
毒驾嫌疑重大，现场实施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警方呼吁毒驾行为常时犯着行政甲刑事责任，一概以现行犯逮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建清羁押，要展现毒驾能勇稳的执法决心，处理危险驾驶以捍卫民众的用路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城市中心送资料台北园区嘛传出讲有装偷翕的设备，负责人甲现场经理是20万交保。另外，卫福部也公布头一批侵害病人运输爱发的病医机构有17间，上档会罚到50万，停业6个月。过去总是用感性的微电影讲起协助真侪夫妻冤枉求助的艰难，这间伫国内知名的送子鸟生殖中心台北园区，如今却也爆出疑似偷翕的风波。什么叫不关我们的事？要说清楚。偷拍就不关我们的事吗？检警搜查检索了，发现有可能是摄影设备拆除了留落来的号，通知细社的检索负责人甲涉林的现场经理到案说明。北检先后以涉嫌妨害性运输、妨害秘密等罪嫌，2人各以20万交保。本案亦于2015年5月22日约询诊所的负责医师。该诊所的负责医师表示，为了保障医病关系，并且避免医疗暴力，故装设摄影机。台北市卫生局5月18日甲警方带动作这样反监控稽查，后续会配合检警调查，若有明确违规事情，依法将严办理。送子鸟官方回应一切会静待司法调查结果，客户权益未受影响。9月26日，最近侵害病人运输权裁罚医疗机构，上北市、台中到高雄，拢总有17间。这个是隐私问题。然后，而且应该还有肖像权的问题啊，对啊，而且大家去都是希望有被好好的服务，可是被偷拍，这个是大家不愿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要退费，然后申诉那些的都要拿到一定的价格。卫福部医事署副署长刘玉晶补充讲，全台各县市卫生局针对医美诊所等来进行为期1个月重点稽查。若针对医疗机构的部分，中央已经邀集医师工会等单位商讨运输规范，原则上3个月内会完成修正。其他关系民众运输的场所，会由行政院指导各部会整理，卫福部会配合政院指示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科技大学甲生态公司合作，对顶个月开始直播这抓雕药件的过程。想袂到讲6月初1，就传出讲这鸟件已经中毒死亡啊！详细安怎搁来调查厘清？这表示讲，咱不管是用到什么药啊，拢有可能去偷到咱无想要对付的动物。抓条妈妈在杜姑，一个点头甲抓条囝吐一个醒过来，真趣味的画面，互真侪网友拢看过啊摆。并科大和新昌生态科研公司合作，做抓条饲囡仔的山顶放送。对5月13开始放送以来，是啥真侪只的鸟仔人在看，但传出遗憾的消息，即只4月20左右出现幼鸟啊不幸死亡。它包括腋下，然后肌肉，还有多数的内脏都有内出血的这个情况。根据过去的经验，很可能就是中毒导致的，但这个只是外部症状的判断，详细我们就是还要把内脏再去送去做化验。病理解剖初步确认幼鸟仔的死因是中毒，但到底是农药还是鸟鼠药造成的，佫需要进一步来化验。其实伫2024年嘛有亲像这种事件发生，台湾民勤研究直播的抓雕幼鸟仔幼年，嘛伫3礼拜大的时阵中毒死亡。专家讲毋是伤太大嘛，看出因受到的威胁。野外投食的鼠药种类其实非常多，都会造成生物累积。农药野外投放的种类又更多了。就星它的食物来看的话，蛇类它有可能会吃到老鼠，它也有吃到鸟类，这一些动物它都有可能暴露在农药或者是老鼠药的风险。工作人员伫田内面用竹篙做生态架啊，农药也是鸟鼠药啊，若是入去到环境，会造成小连锁的影响。专家表示，官方界是持续推动设立田中的生态架啊，会当互免禽来帮助掠鸟鼠。投放鸟鼠药啊，虽然是不得已的，但是会当透过抗治鸭肉来降低对非目标物种的毒杀，而且对源头管理、落果管理等等，来减少鸟鼠啊，减少用药啊。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来看，桃园新公路中烈士附近当咧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不过，这外界是批评讲，桃园新社有部分的所在有受到迫害。这文化局是强调，会甲施工单位过来确定工程，也会继续追踪管理。桃园新社伫口处写好标记座，原卡麦努记座顶头有正后头一人桃园县长齐宗德奉献的字样。
下次我们垫高有没有变我们的高层比较高了？现场会当看到人行道红铁管，虽然是历史文物留落来空间，设计用喙石来保护，不过有民众感觉基座甲文艺的部分，互喙石呆掉咧，实在真可惜。你怎么看这个情形？虽然要铺新的人行道，但还是尽量保有原本的文物，就是不要去影响到可能民众经过可以去看到它的可能性。我觉得可能不太好吧，就其实基本上历史建物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就对。对。用工处当咧进行桃园区成功路三段中历史到桃园铁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表示新社入口处的人行道有关价感，需要掠好平。新社是市电古迹，坎麦内的基座4块位拢有留阿所谓铺喙石来保护。目前阳峰处的工程还在进行相关细部的调整，那文化局也会来确保这一个相关的一个施作务必要符合我们核定的方案。文化局表示，阳光处动工进程已经提送相关的图说，嘛已经邀集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审查。经过现场的勘查，佮甲阳光处确认，目前的工程是还未完成，佮爱时下个会继续追踪处理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政府举办台语吟诗比赛，民间国小已经连续2档拢摕到冠军啊！老师讲，透过台语来学汉诗，了解文白音，也更加了解汉诗的意境。空文音数为分开。台语课的时，学生开喙大声读汉诗，老师希望透过读汉诗，教囡仔来传承台语，提升文学修养，嘛希望会当推广吟唱艺术。色南色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下南下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台语诗较好学，因为台语诗念起来较顺、较好听。平常时啊有咧背，所以就较有感觉。为着要鼓励学生讲台语，南投县5月中有针对国小学生举办用台语吟唱古典诗词的比赛，决赛拢总有22队参加。民间国小连续2档摕到冠军。校方表示，民间国小平常时就会要求学生背古典诗词，华语已经背真熟啊。老师嘛希望学生会当对台语去理解古诗的意境。文言音、白话音才较困难，因为因平常时拢讲白话音嘛，较无咧讲文言音。其实我嘛有甲因讲，你若较常看布袋戏，有一寡文言音，迄讲了足水的。老师表示，台语特别的就是有文言音和白话音，学生一般对文言音较无熟。除了汉诗，伊嘛鼓励学生看布袋戏学台语的文言音，感受古典诗词的艺术表现，互语言和文化会当产生连结。记者周南投报道。欧洲热天2大艺术盛事，7月法国维亚维农艺术节，甲8月爱丁堡艺术节，咱台湾有真侪团体去参加文化交流。来自海岛的舞者穿客家拿捏布料的跳舞，呈现水流意象。军舞蹈剧团要将伫这个土地顶紧生团的客家文化，早起7月要举办的法国外亚维农艺术节，互更较侪人会当认捌到台湾的本土文化。不同国家都会有一样不同的文化的产生，然后再看到这些文化，也可以在这过程中找到自己生活上面的轨迹、痕迹和路径，然后从而就是得到某一些力量。伫咧行政记者会参加7月外亚维农艺术节、甲8月爱丁堡艺术节表演艺术团体，就以2大艺文盛会街头表演风格，成做孪生演出。因为第2届去爱丁堡的16制作，也搁在融合魔术甲剧场。要为欧洲的观众来创造一场魔幻 party。 And after I learned this kind of trick or something like this. 每年吸引大约160万名观众，今年是60周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全世界认识台湾文化。要互全世界知影，台湾毋是干那晶片，也阁有真多元的文化甲艺术力量。文化部是透过精选机制，今年选出8个作品，支持辅导专业团队去欧洲，骑上欧洲2个重要国际舞台，已经要到20档。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报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8度至36度。中部地区27度到35度。南部地区28度至35度。东部地区27度到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0度。搁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